最近伫台中馆掠着50来货柜的塑胶废料，计共是有1000吨。这个本色是准备要送到马来西亚等东南亚的国家，检方嘛以违反废侵法起诉。查缉人员甲关务署台中馆边境的货柜开检查，对外口看敢若是单纯的非塑胶原料运出，不过内面竟然拢是糞扫袋啊、茶纸等混合物。台中地检署顶查缉团队，2024年11月查到不法集团跨境输出废弃物，总共查到56个货柜，1000多吨的废弃物。这次比较特殊，是因为这次的案件数还有货柜数都比以往多，所以我们就联系我们的政风跟督察系统。检方甲环境部、财政部11个单位合作，查到4年加4年的嫌犯，涉嫌以成立合法，搁再利用机构甲贸易公司做暗号，伫无摕到需要废弃物清除处理事故的时阵，就违法输出废塑胶混合物到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。另外，伫业者在南美村国也查到3000吨的废弃物。环保署讲，最近3年总共查到废弃物20万立方公尺，不法所得8亿。台中馆通报违反废侵法的有78案，200个货柜，一家检警环保署11个单位做联防机制。废塑胶混合物是属于一般废弃物，依规定是不得办理出口。依照废弃物清理法，最高可处到1000万，那行为人可以处到1年到7年的有期徒刑。对于一个境外没有一个联系还有它一个去处，我想我们在侦办上面都有一些困难，所以我们一个主轴就是主角让他出去，我们从国内来溯源。台中地检署甲不法集团4年加4年的嫌犯6个人，依照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定规定起诉，所以会继续跨境联络甲追查源头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